プチリアル香港旅行。今回のロケ地は旺角です。プチリアル香港旅行はリアルな香港のありのままを撮影しながら語り、知識、物語、風景の4つのコンセプトを週替わりでやります。字幕付きのフル広東語プチトークで勉強して映像系ラジオ感覚で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らと思います。どうも大家好，香港人の K さんです。今日は語りの回です。語るテーマは日本人第一次嚟香港容易感覺到困難嘅地方。ではここからノーカットの広東語トークをお届けします。又嚟到我哋呢個少少香港旅行嘅吹水環節啦，亦都係我最唔擅長嘅環節啦，因為呢一個環節係冇稿啦，然後我淨係度咗少少內容，咁唔知可唔可以喺呢15分鐘之內講得晒啦。咁今日我哋嚟到旺角，咁想同大家傾嘅 topic 呢，就係日本人第一次嚟香港會容易感覺到困難嘅地方啦。與其話係困難，倒不如話係頭痕，即係覺得有啲不知所措咁樣，即係唔知點好嘅地方。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旅行係好開心噶嘛，係咪先？係，我哋有一個前提就係香港旅行係好開心嘅，但係都有啲地方係會大家有啲唔知點好啊，又或者會好容易遇到一啲唔知點應對嘅地方。咁今日就主要係想同大家傾下，究竟呢一啲地方係咩地方呢？可以事前喺旅行之前知道咗嘅話，可能會容易接受或者容易解決一啲咁樣樣。當然我可能好難去俾到所有嘅解決方法俾大家嘅，喺呢個短短呢一條片嘅時間。咁就同大家探討一下究竟有啲咩地方先。咁首先by the way，我而家嚟到呢一個係旺角嘅洗衣街花園嘅一個公園啦。咁我一陣入去吹下水先，因為旺角太多人。咁今日就同大家慢慢咁樣吹下呢一個 topic 啦。咁首先呢，就係語言問題，語言係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三文兩語嘅地方啦，有講廣東話，有講英文，亦都有講普通話嘅人。咁當然另外都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語言嘅，咁主要就係呢三種啦。咁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嚟香港旅行識英文就 OK 㗎啦，因為英文啊嘛，國際大都會香港係。咁其實唔係嘅，英文唔一定係通嘅。咁點解英文唔一定係通嘅呢？其實你越去一啲 local 嘅地方，即係一啲越又唔可以講話偏僻嘅，即係一啲越 local 嘅餐廳啦、茶記啦。咁有啲上咗年紀嘅，可能叔叔伯伯啊、嬸嬸啊、婆婆啊咁樣啦。咁佢哋就未必係會識得講英文嘅。然後香港人雖然我哋大家由幼稚園開始其實就開始學英文㗎啦，但係我哋嘅英文程度同水平咧都係因人而異嘅，亦都會因為有地區係啦，又會有地區差異嘅，多少都會有。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問題啦。所以英文唔一定係完全通嘅。咁再加上啦，我諗嚟香港旅行嘅大家未必個個英文都係啦啦聲，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英文我識英文實掂啦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容易有嘅認知錯誤嚟嘅。係香港唔一定係完全英文通嘅，只可以話有機會會通，係啦，通嘅地方都好多。咁跟住另外仲有一樣就係大家可能以為，例如有啲人學普通話係啦，學中文。咁就覺得普通話一定係通㗎啦，香港都係用漢字係咪？用繁體字。咁雖然普通話大家學可能係跟中國嘅簡體字啦，咁但係都只係字體唔同啫。咁普通話應該通嘅。咁呢個同英文係同一個問題啦，唔代表所有香港人都係識得普通話嘅。係咁，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識得普通話就代表你喺香港可以暢通無阻，唔係嘅。都有啲人係唔識得講普通話嘅，亦都會因為你嘅普通話嘅 level 咧而同對方嘅溝通係產生差異。咁呢一個大家要事先有一個心理準備，即係又唔係同大家講話普通話唔識我識普通話或者我識英文就都溝通唔到，唔係咁樣嘅。只不過大家想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未必溝通得到。咁香港最主要嘅 language 咧就應該係廣東話啦。咁
咁如果大家係講廣東話咧嚟，即係學咗廣東話先嚟咧，其實呢個係最大嘅優勢。雖然我唔係賣花讚花香啦，即係我教廣東話或者我平時宣傳開廣東話，就想同大家講廣東話一定係最正啊，一定係最通啊咁樣。但係毋庸置疑，廣東話應該係香港暫時嚟講啦，都仲係最暢通無阻嘅語言之一。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暢通無阻咁玩盡呢個香港嘅，咁就要記得學廣東話，好似有啲變咗做打手添。咁同埋啦，有啲漢字咧，即係我哋用繁體字啊嘛，咁就同日本嘅即係 so call 日本應該係叫做舊字體。咁如果唔係好識得舊字體嘅，可能會睇得唔係好明。咁其實喺呢個2026年咧，其實大家已經可以用嗰啲咩翻譯 Apps 啊，搞掂晒所有嘅嘢㗎啦。咁所以我就唔多講啦。就算大家其實唔識英文或者唔識普通話或者唔識廣東話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嚟香港玩嘅。因為語言喺而家呢一個年代真係唔係一啲咩嘅 barrier 咯。我覺得唔係一啲咩嘅障礙物，大家都可以用翻譯 Apps 去溝通。不過，如果大家想玩得開心啲，或者想同啲 local， 即係想同香港人建立緊密而親密又友好嘅關係咧，咁就最緊要係學廣東話啦。我自己覺得。咁之後，另外一個想同大家講下遊客，我想講旅客勁書面語咯，可能因為咁樣拍緊片有啲緊張。另外一個遊客會比較容易棘住嘅位咧，就係俾錢嘅問題啦。咁而家好興電子支付啦，係咪？即係嗰啲咩俾例如香港嘅話就八達通啦、credit card 啦，跟住之後最近年仲有好多咩Alipay 啊、咩支付寶啊、乜咁樣嗰啲。咁的確係收呢一啲嘅地方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咁但係都仲有一啲地方咧係只係收現金嘅啫，係啦，只係收現金。所以大家如果嚟旅行嘅時候咧，唔好意思，我準備過馬路有啲緊張。過馬路最緊要快狠準，所以如果大家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咧，咁就最好就帶備少少現金啦。我覺得唔好完全冇 cash 喺身，真係有啲危險嘅。係呢個真係要同大家講下，電子支付係多咗好多，但係最主要都係帶備少少現金傍身啦。我覺得500至1000其實點都夠㗎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電子支付嗰度咧，因為你唔知最後即係而家好多地方都係咩支付寶啊乜咁樣。咁我係香港嘅嘢嘅打手，所以我會推介大家用八達通。係啦，八達通呢個 Apps 咧，大家有晒電話咧都可以裝嘅。我記得好似如果你係海外 server 嘅話，係要裝第二個八達通嘅 Apps 嘅，咁所以大家就最好揾一揾啦。八達通嘅 Apps， 八達通係超級無敵方便，仲要係我哋香港本土出品必屬佳品。好，咁唔好意思，因為我應該喺其他啲片度都有講到嘅。我呢個新年咧有啲感冒未清好，我仲食緊藥啦，所以把聲啊，又或者係即係可能會有兩聲咳啊咁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見諒。唔小心行咗啲好多人嘅地方添。咁跟住之後想同大家傾嘅另外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容易頭痛嘅位咧就係交通啦，係啦。咁雖然咧交通其實好方便㗎，因為香港嘅鐵路系統咧係冇日本咁複雜啦，因為日本即係嗰啲好似已經係鬼畫符咁樣，真係超級難明嘅。日本係可能要一定要用 Apps。咁香港咧係簡單好多嘅相對，但係都建議大家用 MTR 個 Apps 啦，大家可以 download 翻港鐵個 Apps 係會容易明好多。咁如果你係深度遊香港嘅遊客，即係已經嚟咗好多次啦，就係 MTR 嗰啲大站都已經瞓過晒啦。咁你想搭巴士或者搭小巴遊下香港咁樣咧，咁你哋都可以 down 翻九巴個 Apps 啦、KMB 個 Apps， 咁可能都可以令到你哋容易啲掌握嗰個交通方法咁樣嘅。同埋我覺得香港嘅出口，即係你個 Google Map 咧，其實會寫明係邊一個咩站咩出口嘅，即係 A 出口、B 出口、C 出口咁樣。我覺得呢個會易過日本，即係如果你熟咗嘅話。咁當然一開始你未熟嘅話，就建議都係 Google Map 啦，千祈唔好靠自己，唔好蕩失路。旅行蕩失路就最麻煩。咁跟住之後仲想同大家講下遊客會比較，即係大家日本人第一次嚟香港容易
容易震驚又或者係頭痛嘅位咧，就應該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感，即係例如一啲待客嘅地方啦，例如係鋪頭啦，即係大家去茶記啊，又或者係去大排檔啊咁樣樣，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嗰個落單之後啦，跟住個店員咧係會就咁劈喺度咁樣，跟住之後又唔會同你講啲乜嘢，跟住個 menu 又就咁劈喺度，嘢食又就咁劈喺度咁樣，就唔會同你好有禮貌或者係好有耐性咁樣解釋一大輪嘢，跟住之後又講一大抽嘅打招呼嘅説話，跟住之後先同你講你要食咩咁樣，或者你食嘅嘢係咩咁樣。咁香港就唔會，因為大家都係講求效率，冇錯。香港人我哋最中意就係效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嗰啲店員係，例如如果佢哋係即係。我哋成日用一個字形容啦，可能有啲粗俗，即係西口西面咁樣。大家千祈唔好覺得佢哋係西口西面，只不過我哋慣咗我哋嗰個速度，或者我哋個做嘢嘅效率、做嘢嗰個態度，大概係咁樣樣。咁當然係可以有改善空間嘅，有啲地方。咁但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好香港嘅特徵咯，我覺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係。雖然冇日本嘅嗰種好有禮貌啊，所有嘢都好親切啊，好細心啊，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反而係，如果你去一啲鋪頭你係去開，又或者係有啲鋪頭係真係好 friendly 嘅話，你會感受到一種人情味，嗰種距離感，我覺得係比起日本嘅一啲餐廳更加感受到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因為日本反而係可能因為有陣時會比較係按章工作，即係呢個係決定咗要講嘅嘢，呢個係決定咗要做嘅步驟，咁所以就會做會講，但係就反而係冇咁感受到咁容易感受到啲感情。但係如果香港係真係好 friendly 嘅一啲餐廳啊，或者係啲鋪頭咧，你會感受到佢真係好似同你 friend， 好似識咗幾廿年咁樣，係真係同你係朋友嘅嗰種距離感。我諗如果有去過香港感受過呢一種人情味嘅人咧，應該都大概會知道我想講咩嘅，係真係一種好真切嘅一種好真誠嘅態度。咁同埋另外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感咧，大家可能會覺得香港人就會比較把聲大啦，又或者好嘈啦。大家嚟到香港之後會覺得，即係例如喺架車入面都好多人講嘢。唔係靜嘅，跟住之後，然後條街啲人講嘢又好大聲。咁其實咧，聲呢樣嘢咧，多多少少咧都會有語言嘅關係嘅。因為香港嗰啲即係廣東話嘅發音啦，即係嗰啲聲母韻母啊，主要係即係嗰個嘴嘅喐動咧，就比呢個日文咧要勁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大概即係我哋會即係例如一啲比較送氣嘅字咧。即係嗰個用力嘅程度係比日文要大一啲，咁呢個都可能影響咗少少嗰個聲量啦。咁另外就係喺個車廂入面講嘢咧，咁因為香港嘅車廂入面係可以講嘢嘅，咁大家都即係冇乜特別，即係講嘢就講嘢咯，即係冇乜話點樣去顧及其他人跟住而唔講嘅咁樣就好少嘅。大家都係隨心做自己，呢個都係我幾中意香港嘅一個地方。大家都係做自己，即係唔需要太顧及其他人咁樣。咁當然呢個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兩面睇啦。咁可能唔好嘅地方就係在於大家可能唔係太顧及其他人啦。但係好嘅地方係你可以遵從自己嘅諗法，你想講嘢就講嘢，你想大聲就大聲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個地方，另外一個方面啦，即係可能日本人嚟到呢度旅行嘅時候會感覺到有少少唔適應或者係頭痛嘅地方，就係條街啦。大家可能覺得條街會有少少即係我而家行緊呢條街咁樣啦，會覺得有啲密集，係啦，有啲密集啦，睇落可能甚至有啲危險啦咁樣嘅。係，因為呢一個係日本同香港嘅街，始終都係唔同構造啦。咁香港嘅街就好多店鋪混雜啦，即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鋪頭。咁然後有超級無敵多人，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哇咁多人嘅，咁又或者可能有陣時喺街度見到啲打奶赤辣嘅人啊，
又或者係有好多，即係因為香港對於紋身呢樣嘢咧冇乜限制啦，即係唔會好似例如日本咁樣紋咗身就唔可以浸溫泉咁樣，即係又或者紋身嘅人唔可以返某種工嗰啲，香港就冇嘅，所以咧紋身就好普遍。咁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有紋身係唔好意思，我真係有啲唔舒服。有紋身就係壞人，完全唔係嘅，真係。即係大家可能係想紋就紋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喺條街度見到好密集，又或者見到好多人，又或者係見到好多紋身嘅人咁樣，大家都其實唔需要太驚。係呢一個係好想話俾大家聽，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好 nice， 然後其實可能係好安全嘅。咁當然啦，呢個你都可能要自己睇情況啦。有陣時夜晚有啲街可能都真係會有少少危險嘅。咁大家就旅行最重要都係自己安全啦。咁所以夜晚去到可能好夜12點零，我諗大家都唔會12點零喺條街㗎啦。不過12點零嗰啲地方咧，咁你大家就注意下，要遠離一啲比較旺嘅區，又或者係睇落好危險嘅話，咁就最好快啲返酒店啦。咁最後一個，我覺得日本人會比較容易嚟到香港第一次會覺得好攰，或者係比較頭痛，比較咩啊？頭先係講咩㗎？覺得好唔適應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情報，即係好五花八門。因為大家應該係會覺得不過呢個同頭先講嘅嗰個條街嗰個氣氛都有啲接近嘅呢個 point， 就係大家會發現咧，香港係一個超級你睇下，我要不停咁穿過啲人，係一個超級無敵密集嘅地方。咁所以咧，好多情報量好勁，係真係超級無敵勁，比起日本嘅任何一條街，我都覺得係比起新宿更加情報量大啦。不過當然都要視乎地方嘅，即係例如我而家身處呢個旺角啦，我諗佢直頭係即係佢嘅情報量係多過新宿啦，因為所有鋪頭都係超級無敵密集啦，人又密集啦，聲音又密集啦，所有嘢都好似喺度包住咗你咁樣。咁大家可能如果係日本人第一次嚟嘅話，就可能會覺得有啲攰啦，即係因為太多花里花碌啊咁樣，又或者係覺得好多嘢啊咁樣，然後又睇唔明又聽唔明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旅行嘅體驗嚟嘅，咁大家又如果覺得好攰，發錯咗音添，因為我真係有啲感冒，唔好意思大家。但係如果覺得真係好攰啊，頂唔順啊嘅時候咧，咁咧就可以唔需要下下都去啲旅行嘅旺區嘅，例如可以去下即係搭鐵去下一啲即係揾一兩日係去下啲遠少少嘅地方，例如我住嘅屯門啦，又做屯門打手啦，就會比較清幽嘅，就比較少人啦，亦都唔會有咁多嘅情報啦，唔會咁密集啦，就比較舒服嘅。所以如果大家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就最好唔好所有嘢都 plan 晒去啲旅行嘅旺區啦，除非你真係全部地方都好想去啦，咁你就可以 plan 晒全部都旺區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去下啲遠少少嘅地方，即係唔係一啲旅遊名勝咁樣，去輕輕逛下咁樣，都未嘗唔係一個好好嘅旅行體驗嚟。咁我哋今集就講到嚟呢度啦。大家都可以話喺留言度話俾我聽，你哋第一次去香港嘅時候，又或者你哋平時去香港嘅時候，你哋遇到啲咩嘅麻煩嘅位，咁我下次可以第時再喺呢一個少少香港旅行嘅呢一個系列度同大家傾下，我會有啲咩建議俾大家，又或者我會有啲咩提法。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